后来乡亲啊，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半暝1点外，因为肝癌来过身，享受83岁。今仔日嘛是伊的生日。总统蔡英文前一天才去甲看，今仔日就收到伊往生的消息，是哀伤唔甘。媒体人陈文茜发文章写下着施明德2个月前的遗言，讲施明德知影家己的时间到了，天主要甲接走了。施明德的2个查囝是发文章讲，爸爸无忌日，只有生日。伊一生捍卫的精神甲价值，只会不断来诞生，久久长长。他们终于日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。2018年12月7日，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表会议录，斟酌伫咧算关于伫咧人仔内艰苦日子，目屎是插地，毋过眼神真坚挺，人看起来也真勇敢。毋过却想袂到，这是上尾一摆公开出片。2024年1月10号，伫咧伊生日这一天半暝遐，施明德因为肝癌伫咧台北因总过身。施明德活到83岁，遗体5点外已经送离开病院。媒体人陈文茜伫咧面前抱盆，讲上尾一摆听到伊的声音是伫咧2个月前。佢讲伊昏去，佮醒起来了后，就用电话交代维权。施明德讲：我是天主的使用神，我倒去时看到身躯边徛穿乌衫的人，我明白家己的时间到啊，天主就要甲我接走，也替我照顾小白和佳佳，也就是伊的祖囝施佳和施密娜。两位祖囝嘛透过施明德面前抱盆，讲爸爸毋管伫咧即番，或者是迄番，都毋捌孤单。每一年1月10号，爸爸拢会对亲爱伊的人讲再会，甲每一摆生日当作是上尾一摆。即摆才知影，这是爸爸的温柔体贴，充满爱表现。阮无遗憾，只有完整完美的爱。伊无记起，只有生亲。伊一世人所捍卫精神和价值，敢会伫咧阮的世界诞生，久久长长永存。赶快对国家、对社会要负责任。你毕竟还是执政党。心肝内要跟政治，捌伫咧2018年甲人苦劝，毋过嘛因为身体无好，才办法无伫咧捌政治。总统蔡英文前日刚才去来看，想到过两天施明德的过往，伊一世人奉献予政治，嘛正做台湾民主的缩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